我就熬到一位为你
你是何时回来的呀？小弟刚从京都回来。干嘛到堂上天无地理？小弟一见到有夫有娘，我有要紧是要请问律师，干嘛我们到天道去？天道不远，还是死亡厉害。这死亡嘛，这几天肮脏的很，还是到天死亡厉害。刘师兄，我娘子可在府上？他估算是我阿妹嘞。梁师兄啊，昨日你母亲遇病，已经把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昨日是接回去了，我是今日可人前来。今日嘛，美女见过啊，当真不是来过。我是骗过你了吗？那告诉你，梁师兄啊，侬话都没有讲过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我阿妹到底出啥个事体了？实不相瞒，我娘子她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干嘛出啥事体了？刘兄为家里想不到
妹，就像我阿妹一样的小姐，你快可好？嘿，我这要是心了情，你就是我在意，是早起时分，你放来全部领去亲，兄妹之间不过夜，我为梦长成自己，从此与你我与尽。呀，
谢，已经很晚了，还有这么多朋友舍不得离开，感谢大家一直坚持着看到这么晚，2天的演出结束了很多朋友都是陪我们度过了这2天非常难忘的日子，真的是感谢感谢再感谢。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排练比较辛苦，当然呢时间还是比较仓促，所以还是有一些不足了还望大家体谅谅解，谢谢。感谢西城文美，感谢